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即为全球化。全球化带来时空压缩、加速度以及人群、信息、思想与信仰等各类流动的巨大成长。宗教的流动自古且有，但如今的人体网络密度、速度与及时性且远胜以往。因此，世界各地的人们都能接触多元的价值系统与真新的宗教传统。另一方面，现代性也在许多地区带来个人主体的提升，使个人得以做出较不受传统束缚的选择。社会学者常以个体化描述这些趋势。人们越来越倾向选择自己认为对其最有益的道路，即使则选择挑战了社群管理。此现象在不同地区的程度不尽相同，但全球化与个体化的结合深刻地影响许多地方的宗教生命。因此，新宗教出现，宗教尽管多样化，人也开始接触并体验新的宗教形式，使宗教生活变得更复杂、更开放。台湾是宗教传统极为丰富的地区。我曾经居住台北2年，深刻感受到宗教在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都存在。除了遍布街道巷弄的明显信仰思潮之外，也有跨国性的宗教团体在此扎根与发展。一些著名的佛教团体是例子，而一贯道的海外拓展便为社会学与人类学提供一个极具研究价值的案例。我原本的研究领域是儒家传统，而我之所以开始研究一贯道，正是因为它与儒家关系密切。